登记咧推广台语文的杂志《台文通信网报》今年满30岁啊。现任的总编辑陈鹏辉是表示，因后续的目标是要将网报电子化，拍入少年族群。当年盐埕埔是全台的高雄市上闹热的所在。 暗时7点外，读册会成员轮流读台文通信网报的内容。安尼读册会虽然因为疫情人数减超过一半，不过对20岁到50岁成员拢有，而且已经举行15年外，一路对台文通信行30年的始终读者，肯定这长期以来的台语文书写推广。语言啊，文理这个主体性，会踮喺咱心内有一个定位出来啊。 最主要，我感觉上重要就是一个讲，咱台湾人会使用家己的语言写作文字、写作文章，家己来读，这是真重要。掀开这篇1991年踮洛杉矶创刊的台文通信创刊号，当时的发行人兼总编辑郑良光先生写着对普及台文的愿望，希望台语文会当像火种，记录咱身躯边大细项代志。台文通信对海外同乡会创的刊物，到台文通信甲台文网报，含即阵咱看到的台文通信网报，对语言保存、民主人权、性别平等等等的议题，拢有写着。台语写甲华语写有啥物无共？有愈来愈侪少年朋友来理解。然后我想杂志就是希望讲会当对时代行，就是讲时代，即摆这个时代，即摆这个社会有啥物款的议题？当然，我嘛是需要来转换，就是讲数位化。 电子化，互大家接触甲认捌咱的即个语言文化。民间已经做遮多啊，我感觉政府的责任伫咧遮，就是你爱肯搁较侪资源，搁来请你尊重台语文的专业，互因较好的台语。希望有一天台语文会当正经就是自然甲其他的领域、其他的语言、其他的科目来竞争。我即马拢干那是咧拍摄即个台语文。 这个运动者因的热情。柯惠如表示，虽然国内已经有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不过政府伫咧落实台语文标准化和分配母语发展相关的资源，母语要是无通含英语甲华语比拼。伊希望政府着爱系统性规划执行，卖互母语复振，正做口号。记者民进李学凯、郑海文台报道。